老电工用这个技术养活了一家人。你看他是怎么接螺丝的？他不用电焊，也不用任何的专业工具，他就用这3个螺母把螺丝轻松的接起来。你看，接得非常的牢固，而且他用不同的方法在告诉我们他的技术有多厉害。他在电工行业里边，不管是接线还是接螺丝，都是凭经验。如果你想跟他学习的话，必须要有超乎常人的智商，不然的话你根本学不会。因为在电工行业里边，他每遇到一个难题都能够想到新的解决方法。所以呢，他接螺丝就是利用就地取材的方法。有的时候螺丝不够长了，所以身边没有专业的工具，没有电焊机，也没有加长螺母，他就用这3个螺母轻松的把螺丝接起来。而且呢，他有的把螺丝切成3角，这样接起来更牢固，而且呢更美观。